来到11节的感动时刻，要让客家戏曲传承下去，在苗栗头份斗焕国小暑假期间举办了戏剧夏令营，让小朋友可以学习客家戏曲的文化。而今天我们就要带着您跟小朋友一块来体验客家戏曲之美，因为经过了一整个暑假，学生们不但是会打竹板、演客家戏，还会念蓬头。什么是蓬头呢？带您来看看。苗栗斗焕国小放暑假，不过有一群小朋友很努力，在暑假期间要学客家戏曲，希望能够学得一身好本领。下巴脸盆，下字脸唇，下字脸唇。跟着老师的口令，小朋友拿着竹板，一边打一边学口条。随着暑假的戏剧夏令营，他们要用客家母语诠释客家戏曲之美。有好子孙命上好啊，命上好。有好子命上好啊，命上好。很好。本来打板只会夹到手，但现在打起竹板架势十足。而戏曲开始之前，有个故事大纲，称为蓬头。小朋友了解典故，念起蓬头也是有模有样。是的，买搞呀，买毛钱到岸头，趁爱的买来高，念到嘴嘟嘟，向上板条布。有谚语，有俚语，从趣味中学习。一个暑假下来，每个人的客家话都练得相当溜。从基础开始学，先把客家话练熟了，接下来再念剧本，学走位。下巴脸盆，下字脸唇，阿婆中文真辛苦，秘密跑汉多可能。不管炎炎夏日礼堂多闷热，他们一样用心诠释校长陈昭池编写的剧本《祖孙情》。天地众生啊，同情来给阿弟吧。就像个电视小演员，每个人浑身是戏。有趣的学习模式，让小朋友自然而然地学会客家话。借由戏曲表演，让大家不用死读书，就能自然了解客家文化。各个族群的客家话讲的因有不同，我就会回去跟我妈妈讲，老师大概是怎么讲的。来，我们来学习各种别的客家人的语言，就是学到旁条，还有要如何演戏，然后还有客家歌谣。阿祖的卖搞呀。很多人一开始不会讲母语，但是小朋友就像是一块海绵，经过一个暑假的学习，客家戏曲的精髓在小朋友的欢笑学习声中深植心中。午后的大礼堂，笑声朗朗，蓬头起了开端，客家谚语一句一句，竹板节奏一段一段，孩子们上演祖孙情，也诠释感动时刻。